尋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時間如靜止的空氣，你的筆記給我驚喜。尋雪同你闖天與地，尋雪無悔更新等你，也不擔心分隔千里。尋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時間如靜止的空氣，你的筆記給我驚喜。尋雪同你闖天與地，尋雪無悔更新等你，也不擔心分隔千里。在机场过夜的话，这里面大家都在睡觉，那声音小一点。要不要啊？机场里面的要不要啊？胶囊，哎，刚才从那边就可以过去，这个行。啊，好了，赶紧睡。哎，先把手机充上。啊，这个就是机场里面的休息的地方。OK。洗澡的东西啊，洗澡的这个刷牙的睡觉去，睡觉去，洗澡去。然后他机场洗澡的地方就是真的。我不会管你的